文創補助等你攞。各位時裝界嘅朋友，自2013年起，文化局已經推出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子計劃之一嘅時裝設計樣板製作補助計劃，以此鼓勵本地時裝設計創意，促進業界開展商業活動或者參與海內外時裝展銷活動，提升業界知名度同埋市場競爭力。而2016時裝設計樣板製作補助計劃已經接受申請啦。今次計劃嘅名額最多為8名或者8組，獲補助者最高可以獲得補助金澳門幣16萬，而申請將會喺8月26號晏晝5點鐘截止。各位時裝界嘅朋友，如果你係有意申請者，就快啲去申請，唔好浪費咗呢個機會。補助計劃嘅詳情、申請規定同埋表格可以喺文化局嘅網頁或者澳門文創網下載。查詢可以喺辦公時間致電28924040同藍小姐聯繫。呢個文創資助計劃嘅消息係由我 VK853嘅囡囡為你提供。